今日咧好高興邀請到九龍城浸信會李美儀傳道接受我哋嘅專訪。李美儀傳道你好啊，你好，Joanne。咁咧我都想你簡單分享下咧你嘅得救同埋蒙召嘅見證。咁我咧喺細個時候啦，咁喺初中嘅階段，透過教會嘅興趣班咧係返教會嘅。咁當時我記得咧返到教會裏邊咧，我聽到一啲好美麗嘅詩歌啦，同時係有一次佈道會咧，牧師去問我哋究竟咧邊個去好驚死嘅，咁你就信耶穌啦。咁當時咧，我記得即係信息啦，無論即係牧師嘅教導啦，都係令我知道基督教咧係俾到我一個咧死亡之後嘅一個嘅歸宿，知道咧原來人係有永生嘅，但亦都咧減少咗咧對死亡嘅恐懼，所以咧當時好細個時候咧已經決志去信耶穌啦。咁啊一直喺教會裏邊成長，咁啊喺中學生團契服侍啦。咁喺服侍嘅過程裏邊咧，我深深被耶穌呢句説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呢一個嘅榜樣咧去觸動。所以咧喺教會即係一個奮興會裏邊啦，我都站立決志咧去回應神嘅呼召。咁啊，直至到出嚟做嘢啦，嚟過即係做咗幾年之後咧，咁我就去祈禱啦，咁但係咧，其實心裏邊咧都係想去即係去有人陪自己去讀神學啦，咁結果就耽誤咗自己回應神嗰個呼召。咁直至有一次嘅交通意外咁我就即係喺裏邊神即係俾我一個好大嘅即係提醒啦，同埋讓我知道咧無論我係點樣咧，神都係愛我嘅。咁結果嗰次交通意外之後咧，神係醫治我啦，同時讓我咧可以去即係籌備入神學院嘅時間。直至到2011年咧，我就進入咗建道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接着就係神學碩士嘅課程。咁喺呢5年嘅即係建道神學院嘅生活啦，都係一個好快樂嘅時光。知道咧你喺澳門成長啦，咁點解你會離開澳門嚟到香港嘅咧？咁咧，我覺得喺我未出世之先啦，其實神已經預備咗我嚟香港嘅路。因為咧，我爸爸咧係半個香港人嚟嘅，佢17歲咧就嚟到香港打工啦。咁其實喺我成長嘅過程裏邊咧，由細到大佢都係需要1至2個星期先翻到嚟澳門一次。咁另外我哋細個嘅時候啦，都會去到香港去辦證。咁而我讀書嘅課本啦，又係嚟自香港嘅課本，睇嘅電視咧都係睇香港嘅電視。咁所以其實咧喺我嘅生活裏邊咧，同香港咧係非常之息息相關。咁直至我需要讀神學嘅時候咧，我都毫無疑問，我都會去先考慮香港嘅學院啦。咁結果就係神嘅預備咁啊，嚟到香港裏邊讀書啦。畢業之後，我翻到去澳門牧會啦。咁其實整個過程裏邊咧，我自己都係覺得自己喺操練上面咧都係未足夠嘅。咁咧同埋對香港咧總係有一份情意結啦嚇，因為爸爸過往喺呢度生活，咁所以咧喺我尋求再一次踏入工場嘅時候咧，咁我就去諮詢我嘅建道神學院嘅老師，咁咧佢就提醒我啦，可以嚟到喺香港嘅教會比較適合我恩賜服侍嘅教會裏邊咧，去試下牧會。咁咧好奇妙地啦，結果喺傾談嘅過程啦，佢提咗好多嘅教會，咁我突然間自己講咗一句咧，就話會唔會嚟城浸咧咁樣？咁咧點解我會諗起城浸咧？就係因為我2次嘅神學畢業禮咧都喺城浸舉行嘅。咁雖然我未嚟過實習啦，但係總係對呢一間有古舊風味嘅教會咧係有一份嘅即係好奇心喺度。咁呢一次傾談之後咧，其實老師咧都去咗旅行，咁佢都冇將呢件事放喺心裏邊。咁結果我都係繼續返澳門去繼續尋求祈禱啦。究竟問神，我要留喺澳門，定還是要前往到香港去嘗試下唔同環境嘅牧會？咁好奇妙地咧，結果咧2個星期之後咧，咁我就收到當時成年部主管即係陳佩偉牧師嘅邀請。咁因為咧佩偉牧師係我嘅學兄嚟嘅，咁喺見到咧都曾經即係我哋都見過面啦，咁但係就唔係好熟悉。
咁咧佢就問我究竟有冇興趣咧嚟到教會去了解下城鎮嘅事工啊咁。咁結果喺呢個傾談裏邊咧就開始啦去即係準備有機會咧嚟到城鎮去服侍。咁所以咧我嚟到城鎮啦已經6年嘅時間啦。咁夾埋喺建道讀書啦5年嘅時間。咁其實嚟到香港已經11年。咁咧好多基督徒咧信咗主之後咧，都好想向家人傳福音啦。咁請問你咧係咪屋企第一個嘅基督徒咧？你又點帶你屋企人信主，特別係伯母咧？過程中你點樣睇到神嘅預備啊？係啊，我第一個喺屋企裏邊信主嘅。接着咧就係喺去年啦，我媽咪受浸。咁點解我媽咪咁多年嚟我信咗主之後先信主咧？其實有一段經歷嘅。喺2023年嘅1月。當疫情開始準備復常嘅時候咧，係1月8號咧正式政府宣布啦，我哋可以通關啦。我屋企裏邊咧有一個80幾歲嘅爸爸啦。咁喺1月11日咧，我就收到電話，爸爸咧昏迷入院，因為咧感染咗 COVID。咁當時我就立刻啦去返到澳門裏邊。咁我記得當時嘅過程咧係非常之緊急啦，因為好多嘅情況都係即係需要去隔離啦，亦都係未必能夠探望。咁但係神嘅恩典下咧，我哋4母女啦，能夠喺爸爸彌留嘅時間咧，去到床邊裏邊咧去見佢嘅。咁喺過程裏邊，我帶領住家人啦去送別爸爸啦，亦都多謝爸爸嘅恩情。咁我記得喺爸爸彌留嘅期間啦，媽媽問我一句嘅即係一個嘅問題啦。佢就話：爸爸信咗主之後，係咪我都要信主咧？咁我知道咧，神嘅時間已經嚟啦。因為其實過往20年嚟啦，我哋喺屋企裏邊咧嘅各位嘅家人都知道，即係我信主返教會啦，亦都冇反對我呢份信仰。咁亦都有一啲嘅時節啦，都會邀請佢哋嚟到當中參與教會嘅聚會，但係咧亦都好難同我屋企人去傳福音，特別係我媽媽啦。我媽媽對於信仰係比較抗拒嘅。咁但係當刻咧，佢主動問我究竟信耶穌係一件乜嘢回事，我就覺得係神嘅時間嚟到啦。咁所以我就同佢講啦，關於創世嘅事情啦。咁結果直到爸爸真係離開我哋之後咧，經歷晒所有嘅安息禮拜嘅事宜咧，我就正式咧同媽咪咧去傳福音啦，亦都請傳道人嚟到我屋企咧同媽媽去決志嘅。咁我媽媽咧都好認真喺呢一份信仰裏邊，佢最後咧自己咧拆晒屋企嘅偶像啦，咁嚟到牧者嚟到咧，只係幫佢抌咗呢啲偶像。咁後來佢自己都好願意返教會認識神。咁經過1年返教會嘅時間啦，直至到2024年嘅4月復活節，去年即係大概呢個時間咧，佢就受洗咧去加入教會。咁我覺得我媽媽真係好叻嘅，因為咧佢成70歲㗎啦，咁佢仍然咧願意自己一個人咧去每一個星期都返到教會裏邊。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好感受到咧神嘅恩典去看顧我嘅家庭。所以我知道咧神咧嘅恩典臨在我嘅家庭。所以當我爸爸走嗰刻咧，我同佢傳講福音。其實我都唔確定佢係咪信耶穌，但係我知道佢係聽到我去向佢講即係呢一份嘅福音。直至見到我媽咪信主咧，我相信神嘅憐憫咧臨到我屋企裏邊。咁我姐姐咧都係信主嘅啦，咁現在咧就爭我妹妹啦。咁我希望我妹妹咧都能夠有機會認識神。咁作為信徒啦，我哋應該點樣主動關心同埋敏銳我哋身邊嘅人嘅需要咧？點樣開始以關懷報道嘅方向咧，同佢哋傳福音咧？其實咧喺關懷人上面咧，我哋其實都係效法基督走進人群裏邊。其實咧我都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嚟嘅。信咗耶穌之後咧，其實我都要去祈禱啦，求神俾我有一份勇氣啦，去關心其他嘅人。因為咧，我慢慢發覺咧，關心咧係一個愛嘅行動。當你去俾人嘅時候咧，別人又俾你喎；當你做喺別人嘅身上嘅時候咧，別人又做喺你嘅身上。
所以其實愛嘅關心咧係一個互動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當我哋要去學習關懷人嘅時候咧，必須咧至少有3個嘅操練啦。第一個咧，實際我哋真係要學習一啲嘅報道關懷嘅方式。而第二咧，我哋要謙卑喺神嘅面前咧，祈禱求神俾我哋有一個咧喜歡關心人嘅心。因為咧好多時候呢個世代咧，我哋都相對比較自我啲啦，好中意自己一個啦。咁咧缺乏咗咧同物體接觸嘅機會，所以其實我哋必須用祈禱求主俾我哋一個咧對人有好奇心嘅呢一份嘅心意。咁啊，我哋先可以咧去走出呢一步咧去關心別人。而最後咧，我自己咧覺得咧係要從大事開始做起嘅，因為咧譬如話別人嘅生病啦，有啲人嘅離開啦，或者甚至有一啲嘅艱難嘅時刻啦，可能呢啲嘅比較標誌性嘅事件咧，可能相對係容易我哋踏出關懷嗰一步。所以其實從大事開始，慢慢建立關係，直至咧去進入細嘅事情裏邊，去到生活嘅裏邊啦，去到心情嘅裏邊啦，去到靈命嘅裏邊啦。所以其實喺整個關懷過程咧，我哋最重要一句就係我哋求主俾我哋有呢一份關懷嘅勇氣。李傳道話：恭喜你咧，今年咧就升任為呢個成年部嘅主管啦。對你嚟講咧，有啲咩轉變同挑戰咧？咁你對成年部嚟緊嘅發展有啲咩展望啊？多謝你啊，Joanne，好感謝神咧，讓我喺呢個時間咧，能夠去為主承擔更多嘅服侍。其實咧喺牧會咧已經有10年嘅時間啦。咁今年啦承擔咗一個重要嘅任務，都好想咧喺自己學習啦，點樣喺神嘅面前謙卑繼續作工，學習咧耶穌謙卑嘅樣式。同時咧，我知道自己咧嘅能力有限啦，我都係好需要神嘅幫助，同埋咧神賜力量俾我。咁所以我咧每天咧都係帶住一個戰兢敬畏嘅心咧，去將我自己嘅侍奉啦交託俾神，求主都帶領住我咧點樣去繼續前行。同時啦，我哋成年部裏邊啦有好好嘅團隊好好嘅同工啦，我哋嘅弟兄姊妹咧亦都係好忠心同埋殷勤。所以其實咧喺整個嘅服侍過程裏邊咧，因着大家嘅同心啦，亦都相對感到咧能夠感到一份嘅陪伴同埋輕省。喺成年部未來嘅發展啦，我哋都希望更加着重喺家庭牧養同埋我哋向下一代傳福音呢一個方向裏邊。咁其實我哋今年嘅成年部嘅重點嘅牧養咧，就係呢一個嘅守護家庭。我哋咧盼望弟兄姊妹喺家庭裏邊咧有好嘅見證啦，同時咧都能夠咧去向佢嘅家人去傳揚福音，能夠咧喺屋企裏邊咧去經歷神嗰份嘅恩典，將祝福咧帶俾佢嘅家人。同時咧，我哋都希望我哋團隊啦，或者甚至我哋鼓勵弟兄姊妹，我哋要看到未來嘅需要。我哋希望咧多啲向下一輩同埋下一代年輕一輩嘅人咧去傳福音。希望咧能夠讓更多年輕嘅人咧能夠去認識神，喺呢一個咧讓人迷失方向嘅世代裏邊咧，能夠尋找到基督呢一個嘅明燈，讓佢哋咧能夠知道咧神係可依靠同埋可跟隨嘅神。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未來希望能夠可以繼續努力嘅方向。美儀傳道啊，呢度咧教會嘅侍奉都好忙碌啦。咁你平時咧係點樣分配時間陪屋企人嘅咧？咁你公餘時間有啲咩做㗎？同埋你自己本身有啲咩嗜好㗎？咁因為咧我屋企人喺澳門啦，咁所以其實我都盡量2-3個星期咧都返澳門一次陪媽咪嘅。咁啊，希望喺當中關心佢啦，同時又關心下佢嘅靈命成長。咁另外咧，我自己喺公餘嘅時間啦，都希望能夠可以睇多啲嘅新聞啦，亦都可以知道更多社會發生嘅事情，讓我咧能夠同弟兄姊妹咧有更多嘅話題。咁我自己啦係好鍾意去旅行嘅，其實係啦。咁我盡量自己安排咧1年1次咧，都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去安靜啦，去遊覽啦，亦都透過神嘅創造，能夠去更加去學習點樣喺神嘅看顧底下去工作。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咧都係盡量每一年咧都會去一次旅行讓我咧能夠可以去重新得力，繼續去前行嘅。咁今日咧婦女頻道就好多謝李美儀傳道接受我哋嘅專訪，多謝你。冇客氣。